周佳，我们到了。哇塞！哎，贾斯呢？他们已经下车了。这人下车连包都忘了拿，能不能靠点谱？怎么了？你干嘛呀？突然？走吧。不。你的包。你们怎么这么久才来啊？他俩呢？他们去看海去了。我不要跟他一个房间了，我要跟小卢讨论一个房间。你的房卡在这儿啊？想什么呢？对不起啊，周晓，我本来就只开了2间房，一间男生的，一间女生的。你要是有什么其他想法的话，你们可以私底下讨论，不要告诉我呀。谁跟你两个想法？有这么好笑吗？蔡司的包，我的行李也帮我放回房间吧。谢了，我去帮他。哦。哎，我看到你行李了，你人呢，小陆？不许回来啊！你要干嘛？让我看看，不看，接一下啦。不接。周晓，谢谢让我们去酒店露台集合。干嘛呢？磨叽那么久。我明明很快就过来开门了，好吗？走吧。